今日2025年5月25日星期日，助你輕鬆捉緊財經脈搏。今日天氣報告：今日香港天氣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氣溫介乎24至28度，濕度較高，記得多帶把遮，同埋注意路面濕滑。財經頻道本周市場回顧：港股市場穩穩陣陣，恒生指數全周升1.1%，南向資金淨流入189.59億港元。今年以來累計突破6229億港元，較去年同期多近1.5倍。隨着美國經濟或放緩同美元走弱，港股有望吸納美元外流嘅資金，靈活性同發展空間比日本同歐洲更大，係資金配置嘅好選擇。內地股先升後跌，上證綜指全周跌0.57%。收報3348.37點，市場氣氛謹慎，短期技術性調整正常，周線向好趨勢未變，滬指喺3400點有壓力，預計下周繼續震盪，建議投資者持股觀望，無需過分擔心。國際財經焦點：美國銀行話5月12日中美達成嘅協議係全球經濟轉捩點，影響有1. 企業或提前運貨應對關稅風險，進口或再急升；2. 通脹壓力仍存，核心 PCE 通脹或到年底接近3%，低過之前預測嘅3.6%。3. 關稅減輕，美國消費者錢包負擔少咗，服務業消費或更強。4. 勞動市場壓力減輕，貿易同運輸相關工作風險降低。5. 美聯儲2025年降息機會減少，因經濟衰退風險同通脹壓力持續。特朗普再推關稅，威脅6月1日起對歐盟徵50%關稅，又對蘋果徵25%關稅。美國財長話，呢啲措施係催促歐盟加快談判同保障晶片供應鏈安全。歐盟態度穩健，試圖揾平衡點，唔似中國咁強硬，亦比英國積極。芝加哥聯儲主席古爾斯比話，特朗普關稅威脅令政策環境複雜化，或推遲利率調整。芝交所數據顯示，6月美聯儲降息概率得5.3%，7月30日會議概率亦得28.2%。摩根士丹利預計2025年唔會降息，2026年3月起降175基點，利率最終落喺2.50至2.75。黃金市場：美國通脹數據溫和，市場睇好美聯儲繼續降息，黃金資產有支持。現貨黃金本周升3%，報3387.38美元一盎司，預計喺3260至3380美元區間震盪，支撐位3260同3301.24美元。若企穩，有望挑戰3380美元阻力，甚至3420美元高位。貨幣動態：港元對日元現價係，請自行查閱最新報價。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1798，連續7周下跌，本周跌305基點。今早市場快訊：上海證券指數3348點，本周跌19點。香港恒生指數23601點，連續7周升，本周升256點。美國道瓊斯41603點，本周跌1051點。紐約黃金3387.38美元一盎司，本周升186.97美元。紐約原油61.77美元一桶，本周跌0.19美元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507，連續4周升，本周升64基點。4月人民幣印鈔速報，4月人民幣年化增長8%，即係1萬蚊每年少800蚊。想追回損失，一齊傾下點做好。生活逆數：今日5月25號，乙巳年4月28日馬日沖暑，生肖鼠、牛、虎、蛇、羊、雞、豬。今日狀態優異，生肖龍、馬、猴、狗。今日狀態優良，生肖兔今日事事小心。當日配色：紅色旺，黃色順，黑色宜談判，白色稍順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